美丽头份一撮茶园嘅主人林玉萍，20年前并喺台北的护理工作，归故乡接下茶园。除了喺做茶技术上有进步，维持路卡嘅招牌以外，也係同兩甲人嘅茶園改做景觀園區，轉型做休閒茶館同餐廳。不過頭擺做嘅時節，路卡人一定反對哦。林玉萍係因為壓力太大嘅，所以離開路卡2年。里面自家個曉得用嚟溝通嘅，路卡人也悄悄接受伊嘅想法，更加伊呢係親支持林玉萍嘅。向下來看下個細妹製茶師嘅茶園見面。你看这颜色也很漂亮啊。我们大家都在喝黄金，像琥珀一样。好，对呀。啊，再来，我还没喝完呢。好，没关系，要蒸一点。来加在一起。大杯一点，加一点。好，谢谢哦。来，谢谢。罗竹古小門，園區主人林玉萍仲會跑烏卡做嘅好茶來看睇，同安然吃菜嘅環境地擺，大家欣賞好風景，見識茶見大在顧，享受輕鬆嘅時間。那些东西都是全部你中国的东西。来，色茶，冇見。你是買我老講啦，唔係買老。我这底下的这个坪数比我楼下茶工厂还要大啊，所以我这时候那底下全部都是炒茶，这些全部在來篩茶做啲冇俾風篩啊。也見園區變化動態，有啲已久冇來嘅朋友可能會黐到唔慣，所以林玉萍行到做介紹員。這邊看下去就比較高的地方看下去，這景觀還不錯。頭擺在前面哈，我全部都在這裡曬茶，幾隻茶條全部曬茶。佔地2公頃嘅園區，10年前係一隻茶園，不過林玉萍一步一步將其改變做景觀園區。園區地擺冇太多嘅假山假水，係花草樹木還有機動建築，同山巷看起來似到當協調。你上下按江，客家村莊按江，不過全部都千篇一律，全部按樣。睇緊人腦筋就想等講啊，做茶而賺錢，就想樣事情聽。不過你吼，特別有上時去摩拜看到個歐洲的風景按江，看到法國葡萄酒莊的景觀，做得把老生活可以融在一起。就想講為什麼你做唔到？所以。就從自家園區地方開始做，也唔但有自然的美，還加上你咧透過按用心咧經營咧個茶園、咧個餐廳，使到咧國家嘅環境，使到你來到咧會心曠神怡啊！呈現刺眼好風景，本人安然吃菜嘅感覺，就係林玉萍決定將茶園改變新頭下嘅想法。自10年前將行出第一步，烏卡嘅反對聲浪，漸漸係動態。當然人家衝突很大，唔係我爸爸不理解，係全家人從唔定點解做乜嘅。嗰時節其實都大家人做咁樣按認真做茶，按樣做好嘅，唔做專門去花很多時間弄搞一些有的沒有的，像啲天奶。嗰時節上那麼空了，水泥打咧，你個茶米進出方便就好。你做嘛去吃按當然都過啲天嚟嚇，個轉咧一堆按樣食，2-3張嘢一條路還做唔好。雖然當時烏卡嘅茶園係林玉萍嘅經營，不過老人家看到後生人竟然到種茶嘅蔬菜冇按到湯頭，為反對上一啲，偏偏嘅時節林玉萍要當堅持。對唔掉壓力家己，冇幾久就見到離開烏卡。
有2年的时间，做台就无想爱做茶，就想放弃，然后就做我无买去的，会不会想遇到一些问题啦？会不会做迄个？我出去以后，太监人顶下要做茶，因为顶下有得奖，比赛要做的，工厂又要做，太监人我想请去做些全部做茶工厂。出去一问讲，你还有啲苗栗，该有啲苗栗，要有啲3万，你谈到安样去那些时间，我就开始低的，我根本走投无路，我除了回去认真继续做，我没有别条路可以走。將烏卡了後，林玉萍決定延續延期和望完成嘅建設，也持定用耐心同烏卡人表達自家嘅想法。不過真係人嘅爸爸要做老全家人就有做重新的溝通啦。溝通了以後呢，因為時代也一直在進步，休閒農業沒跟轉變嘛，轉變過來以後，太監人慢慢就做接受，一下就生出來。今日講啲特殊我都話佢啊，千手觀音啊。哇！嗰啲你買一條係逐棟國家。呢條啊，呢條唔好青菜咁樣嘅，榴蓮。注意成個就安尼買嘛。幾多人講呢條書嘅啊？阿爸對反對都接受，每下更加支持林玉萍嘅想法，用自家收藏嘅盤件裝飾延期。咁有冇見到地背看得出來？有看。地背像唔講像千手觀音那個樹就當好看，嚇。有啲有蟲嘅呢。蟲啊冇去見。是意見當唔合格阿爸同妹，你下變做親好嘅同事，妹同延期竟然嘅當好，阿爸知道一講用，阿爸係妹嘅精神話科、優秀，甚至係超常識嘅先生。啲梅花都盲嘢係會一樣開嘛？會啊。嚇！咁樣啊，佢啲盲人開啊。我耳機營養不良啊，你看，做一樣嘢稀稀疏疏嘅。我本來是超美瘦。哦，所以叫做那瘦眉啊，哈。20年前，林玉萍喺到台北做護理工作，因為夢想，佢將到台灣接下烏卡街茶葉產業，變做第3代經營者。嗰時間喺台北上班壓力動態。不過我知道每個人心裡面會有一個夢想，就更想喺第3度過生活。就想講阿爸有一台地安泰茶園啊，就轉來啲茶園開始做。不過林玉萍喺當時講將烏卡接茶葉，對烏卡人來講，也係想都想唔到嘅事情。我嗰時間老人家會想講，後生人唔出去冇會賺錢，就轉來烏卡做啲養活不了自己，所以就有很大的矛盾跟衝突的地方。不過慢慢的見咗，我從大概老師傅開始學，個老師傅看到誰會做茶咩認真啊，誰會沒做得做啊。林玉萍講，佢當認真好做茶，亦延續烏卡比賽接得獎嘅招牌。不過佢唔甘願只係做茶比賽呢。奇怪，做嘛做茶像做工一樣啊，就穿個工前廳，印象就唔錯，所以我啲工廠開始整理，個產品做嘛一天像頭擺一樣大量一樣做，就開始到個精緻化。就從口味上精緻化，包裝上精緻化，還有製程上精緻化，還有再把它多樣化。呢10多年來，林玉萍除了同做茶水準行一起追求突破，茶嘅行銷方面也當上忙。呢下做烏嘅人見來見到，烏卡嘅茶葉產業，佢竟然嘅比阿爸同阿公行較好。你這 OK 了嗎 OK 了。最近延期限開餐廳，
林玉萍做茶师傅嘅身份也加添另外一个角色。将故乡20年，佢3万维持乌卡嘅做茶功夫，同时更加进步。还因为梦想借路头摆嘅经营方式，佢同茶叶改变面貌，变做休闲嘅素材。用了20年，林玉萍进行一场茶叶革命，也提升茶产业嘅高度同视野。一路係禮拜嘅客家新聞抄子，感謝大家嘅收看。今日係江中人無限嘅時節，喺苗栗南莊太南埔一群後生人整嘅太南埔農村辦公室，也辦嘅4天體驗，因為還開始走各棟市農嘅推動社區支持型農業計劃。下禮拜向下來看，我哋再會。